主后2022年12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听候是无声的言语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130篇到131篇。诗篇130篇，上主啊，我对深渊求叫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压耳孔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啊，你若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啥物人徛会牢？总是你的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。我的心神听候上主，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，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。以色列啊，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，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恶。诗篇131篇，上主啊，我的心无骄傲，无自高，代志伤大，超过我的能力，我毋敢做。我的心安稳平静，亲像长年的婴仔活伫老母的胸前。我的心亲像长年的婴仔安稳平静。以色列啊，着仰望上主，对即时煞到永远。听候是无声的言语。听候上帝是信靠伊的具体表现。诗人讲：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。使徒保罗也捌劝勉初代教会信徒，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伊的恩典要拯救全人类，训练咱弃杀无敬虔的生活甲俗世的欲望，伫现今的时代过守纪、正直甲敬虔的生活。听候迄个充满福气的愿望，就是至尊的上帝以及咱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。提多书第2章11节到13节。所以，听候上帝是基督徒重要的生命态度。伫追求绩效的社会，听候哪像互看做是消极的态度，搁亲像是伫浪费时间。总是对广大群体的角度来看，听候其实是表达出人内心深层的声音，是无声的言语。举例来讲，台湾中部有一间出名的庙宇，每一次神明出巡，总是有真侪民众甘愿排队等几若点钟，要等软桥骹。为什么因愿意等待？可能是因听过真侪见证，相信软桥骹会受神明的保佑，也可能是因的痛苦无法度对人得到安慰，简单会通祈求神明。简单来讲，人愿意等待，常时表达出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，甲自身的欠缺。伫诗篇130篇，诗人鼓励上帝的子民爱听候，也出于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人无法度靠家己得到完全；第二个原因是上帝是慈爱，伊的拯救是值得仰望的。诗人一开始的是讲：上主啊，我对深渊求叫你。现代台语圣经深渊伫中文译本是译做绝望。这并毋是一句悲观的话，是伫观察人类历史了后，对人性软弱深刻的描述。纵观规学的圣经，人虽然立志行善，
想要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，总是出伫罪恶的田类，人总是一再坠落。罪恶毋但互人个人失败，也互整个国家灭亡。啥人通救上帝子民脱离罪恶的侵侵呢？是法律无？是教育无？诗人讲，独独只有上帝。上帝要因为家己的慈爱，拯救伊的子民脱离罪恶。所以，听候上帝就是信靠上帝的具体表现。听候主除了是对上帝信靠，也是准备家己的心。有一遍，我甲附近教会的长老开讲，长老一开喙就称赞因教会的传道者。我问讲，传道师有做甚物，互你满意？长老讲，自从传道师受派来阮教会，就提醒兄弟爱重视礼拜。伊讲，除了服侍以外，伫做礼拜以前，提早到教会准备心，也是听主、信靠主的表现。这2年来，哪来哪济的兄弟伫礼拜开始以前，就提早来听候。顶个月，阮妹妹伫礼拜前提早10分钟到，竟然已经找无伊仔位，只好摕椅头仔坐伫走道。兄弟遮尔重视礼拜，提早来准备心，无怪长老会遮尔欢喜。默想，谁通拯救教会、家庭甲社会脱离罪恶的试探呢？独独只有上帝，因为伊有不变的疼，也有丰盛的救恩。谁通拯救教会、家庭甲社会脱离罪恶的试探呢？独独只有上帝，因为伊有不变的疼，也有丰盛的救恩。圣洁公义的主，你有丰盛的慈爱，要拯救你的子民脱离罪过。当我落入困境的时，独独只有听候你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